早起时的敬拜，咱的牧者苦牧师，啊，甲规个礼拜的服侍的同工，咱来祈祷，将咱早起时今日的敬拜献就咱感谢，啊献就咱的祈求，咱为着今日早起时的敬拜，三个来祈祷。第二项，咱为着武汉病毒这个疫情的控制来祈祷。咱知讲，咱台湾这片土地对5月开始3级警戒了后，咱的疫情经过几啊个月努力，有渐渐的恢复。恳求主施恩赐福保守，互咱的武汉的病毒的这个疫情会当哪控制。咱特别为着这项代志，咱献就咱的祈祷。第三，咱为着咱教会做兄弟姊妹，若有身体欠安的，咱为伊来祈祷，恳求主施恩赐福，亲自的医治甲看顾。咱为着这项代志，献就阮的祈祷。第四项，咱为着阮所关心的人来祈祷，无论是你的兄弟、姊妹、翁婿、家后，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你的孙儿，咱为着咱所关心的人，咱来献就阮的祈祷，求主保守因的健康、因的学业、因的灵命。咱为着这项代志，三个来祈祷。最后一点，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的生活、咱的灵命、咱的家庭、咱的学业、咱的事业，我想咱拢有做的祈求，盼望咱伫这个时间，将咱所有的来甲上帝讲，盼望上帝甲阮听，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高听阮的上帝，感谢主你的恩典，互阮的兄弟姊妹搁一遍会当聚集伫遮来学乐敬拜你。阮真欢喜，今日三甲会当伫即个疫情非常抑搁咧传染的时阵，阮有即个机会来到即个圣殿来敬拜你。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施恩赐福，保守互阮今日早起时的敬拜。无论是咱的团队、长老、执事、司会、司琴，以及咱的牧师，阮所做所行通合你的旨意，
啊，互阮的敬拜通真做芳芳的坐。咱啊为着武汉病毒这个疫情的控制，献就阮的祈求，恳求主施阮祝福，互这个疫情早一日来完全的无去，互阮生活会当恢复较正常啊！为着阮教会做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伊保守医治因的身体，啊医治因的灵命。阮也为着阮所关心的人来祈祷，求主你保守因带带领阮的兄弟姊妹，互因的无论是身躯，无论是灵命，无论是事业合业，拢恳求主亲自的来带领甲保护。啊，阮也为着阮家己来祈祷，恳求主带领阮每一个人。啊，阮摆列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求主你照你的旨意来行。安尼恳求感谢主啊，所有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备万心，准备咱早起时的敬拜。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凭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请咱用圣诗来学罗上帝。圣诗29首，啥人创造天甲地？请起立来吟全首。啥人创造天甲地？是听咱的天父。啥人创造日甲月？是听咱的天父，啥人会呼召这辈？是听咱的天父，啥人创造山甲海？是听咱的天父，啥人创造雨甲水？是听咱的天父。啥人创造咱大家？是听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后听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阮欢喜用诗歌来学罗你，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阮也欢喜用主你假是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天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行着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我的人。袂得带日刺，会叫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为国权、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0篇，诗篇121篇。启应文第30篇，诗篇121篇。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无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无顿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无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三甲来感谢。慈悲疼痛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组织阮众兄弟姊妹伫你的圣殿来荣耀敬拜你。也感谢你即礼拜保守阮平安顺遂，守持阮遮清营教也无欠亏。感谢你差遣你忠实的奴仆苦牧师伫阮的中间，恳求你施阮祝福伫伊的顶面，通过伊的正道，互阮通明白圣经的道理，显明主你的旨意。感谢主的人民，即边的武汉肺炎，台湾已经有几天无本土的病例，人民的生活也渐渐恢复正常。教会嘛，伫9月12以后恢复礼拜。感谢主的恩典，保护这片土地渐渐离开病毒的侵害。总是我毋知影，为虾米病毒会当感染到人类。总是人伫你的面前爱谦卑认罪，信任人的智美事。求主赐大权能，互病毒无搁传染。赐大圣手医治染病的，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赐大气力，互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互因有健康的身体甲体力来医治患者。有拍疫苗的，早一日有抵抗力；无拍疫苗的，早一日有疫苗通拍。忧伤跨路的心灵，求主安慰，赐平安，互这个世界甲人民。我告主，阮有信心，无偌久，患难甲艰苦会过去，平安甲喜乐会搁一遍充满伫地球的逐所在。阮少年一寡还未久无见面的兄弟姊妹，虽然无办法和阮三甲一做伙伫圣殿。但是通过直播，有缘和咱做伙来敬拜你。既然身体欠安的，求主亲自的看顾甲医治。愿阮今仔日的敬拜通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互你欢喜，愿你接纳。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我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困有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声。三甲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诗篇124篇，诗篇124篇。以色列打着讲，若毋是耶和华赞阮，若毋是耶和华赞阮，敌人起来攻击阮，伫因对阮发生气的时，就将阮活活吞落去。迄时，遮的水的确搬过阮，河水的确淹没阮，凶狂的水的确淹没阮。愿耶和华受懊恼。因为伊无将阮做食物，交互因捕食，阮的性命亲像鸟仔，脱离掠鸟的罗网，罗网破离，阮就脱离。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
伊是创造天地的，愿上帝祝福听透伊的话，搁安尼行的人。只是请科牧师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若毋是耶和华掌管。歹势，着惊。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咱通来到伫上帝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伊。伫分享事实之前，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的性命伫你的面前是得到满满的稳定。阮也感谢伫你生的日子，阮通出席伫你的面前。愿你的神，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佮有伫直播面头前做伙敬拜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阮的心灵因为主你的话语得到激励，得到祝福，将下面时间交托仰望，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的诗篇124篇吼，是一首上行的诗吼。有的人台语讲上行的诗吼，中文就是上行之诗吼，上行的诗吼。上行的诗对诗篇总共吼有150篇吼，150篇吼，篇幅很大吼，150篇。伫120篇到134篇吼，总共15篇。这15篇拢是咧写上行的诗吼。上行的诗吼，上行之诗吼，学者认为吼，就是朝圣者吼，朝圣的人吼，伊要上耶路撒冷吼，去参加犹太人真重要的3个节期吼，就是住棚节，还有逾越节吼，盘过节，还有七七节吼，就是新约咧讲的迄圣神降临节吼。所以伫迄路上咧唱的诗歌吼，有的是讲吼，因为圣殿吼是伫犹大山地吼，犹大的地形吼，他们是直条形，大概区分成4种地形。其实我咧看因的地形吼，甲咱台湾的地形吼，西边是较慢慢从丘陵到平地哈，中间有一个中央山脉，东半部吼又有一个纵谷吼，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吼。圣地吼就伫中央山脉诶，这个关山这个所在吼，是南部的高原。所以朝圣者吼，因就需要爬山。伫咧爬的过程中间吼，因为足辛苦吼，因就爱吟诗互相勉励吼。这就是唱歌吟诗吼。这款的诗歌伫圣经内面就称好叫做上行的诗吼。嘛，一边爬山要去朝见上帝，一边也做信仰的反思吼。这是一款的讲法，上行的诗。另外一款的讲法就是讲祭司，伊要入去圣殿从外院一直到内院吼，因为有一站一站的楼梯吼，因若是爬一站楼梯，因就吟一首上行的诗吼，就吟一首上行之诗吼。即马伫台北城吼，有将一首上行的诗吼，诗篇120首吼，放伫因入口的迄个墙面上吼，就这一面吼。因迄即马台北城吼，毋过咱即马若是要去看台北城吼，已经不是伊原本的样貌吼，就已经就是用是古迹了。就观光客吼，有对无同款的入口吼，所以这首上行的诗吼，因就放伫一开始吼，诗篇122篇。其实吼，咱若是无去过以色列吼，就真正较无法度去想象讲上行的路吼。是生做虾米款的吼，所以这张图吼，就是我伫网络顶面吼，伊用电脑模拟大卫城吼的一个图像吼，这个是照片吼。咱安尼看吼，看不太出它的地形吼，敢若看到中央迄一个城市安尼款，边是好像是那个比较那个树林这样。我有抓一个影片吼，咱来感受一下它的地理环境吼，像。同工帮我放影片，咱来感受一下迄个环境吼，
大卫城，你要再按一下。嘿，它再按一下，它播放。不然你用照片那个延时档。好，对。让熊熊透过这个样，熊熊中往这山两边，这个山就是在地下，对，在这里，然后用往东干线。是一个山的顶面高的这个咱敢若让透过即摆动画吼，即摆你若去到以色列吼，它大概就都剩下遗迹吼、古迹安尼吼，所以咱透过模拟的画面吼来感受一下吼，伊附近的地理环境。咱对影片中间吼有看到吼，台北城四周围吼，伊是足惊的迄什么地形吼，甚至有一些斜度陡峭的地形吼，所以就表示讲，若是无住伫台北城的百姓，因伫重要的节期，就是那3个重要节期吼，就表示讲，因爱对安怎因所住的所在安怎，就爱行路吼，去到耶路撒冷城。伫新约的时阵，耶稣因一家伙啊吼，一家人吼，他们也是从北边的拿撒勒城吼，北边耶稣住拿撒勒城吼，往南边吼耶路撒冷吼，所以伊嘛是爱爬山吼来到伫圣殿遮。其实爬山吼，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吼，所以因的西瓜吼，因为每年吼都要参加这些节庆吼。所以因的西瓜吼，嘛来创造来成做一个鼓励、鼓舞吼、激励吼，互百姓伫咧要往朝见上帝这条路顶面去回想上帝恩典吼。伊的西瓜的创造是安尼。今仔日的西瓜伫遮吼，圣经讲伊的作者吼是写台笔吼，毋过伫74译本吼，就是耶稣时代伊所读迄本圣经吼，74译本伊无即个标明啊，伊无去没有注明这件事吼，无讲是台笔。毋过学者较认为讲，即篇吼，今仔日咱读即篇较属伫被掳归回之后的作品吼。被掳归回伊的状况就是讲，国家还未复兴，国家还没有复兴，以色列还无家己国家的主权，因敢若是对外邦。受掠去外邦即个期间转来到因祖先上帝应允因祖先的应许之地尔定，所以犹原嘛是外邦人咧甲统治、甲管理吼。恁咧看诗篇的时阵，会记得因的内容大部分其实是全部的部分，拢甲以色列即个民族因的历史真有关系吼。他们的所有诗歌的创作吼，拢甲因的民族的历史吼息息相关。所以这首诗歌的背景，伫咧国破家亡之后吼，跟被掳归回有关。佮介绍一个伫诗篇内面的诗歌，学者真简单甲分做2类吼，一类是个人感谢的诗歌，一类是群体吼、社群吼、群体的感谢的诗歌吼。今仔日咱读这首诗歌的主词吼，都是复数吼，第一人称复数吼，所以是诗人
因咧敬拜时阵吼，会引带百姓来耶和华上帝的学乐甲感谢。我头有讲，上行的诗吼，对诗篇120篇到134篇吼，总共15篇。这15篇内面吼，你如果无特别介绍吼，你甲读安尼读过，你会感觉说都好类似哦，就像旧约的先知书一样，读起来都好类似吼。不过伊这15篇内面，你会当甲分做五个小组，把它拆成5组，每一组拢有3首的诗歌。这你把它拆成这样的结构，5小组吼，5组，然后每一组里面有3首诗歌，这样的结构来看吼，咱会当看到吼，每一组的第一首诗歌，通常拢是讲到因的苦难，以色列百姓的苦难，这个国家的苦难，伊受到外邦人的欺负、踢笑、压迫。通常一组内面第2首诗歌，就是讲到上帝的帮赞，上帝的帮赞仰望上帝的拯救。一组内面的第3首通常是讲到平安祝福哇，大家要有信心，倚靠上帝。所以124篇是属于第2组的第2首诗歌，第2组的第2首诗歌就是在那个刚刚很约略的这样的分类结构里面，就是咧讲到上帝的帮赞。这首诗歌伊的结构架构是对学乐上帝开始，嘛是用学乐上帝做结束。中间迄第20后壁面到第60拢是咧讲对叠的图像，它是用文字表达出一种图像感所以咱今日要来感受这个诗歌的开来它的力量一开始伊就讲，以色列打着讲，若毋是耶和华掌管，一开始讲，若毋是耶和华掌管，真有信心会讲2摆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其实伫掌管的这个动词内面你若是回去到伊希伯来文原本的意思它可以比较讲说是，若毋是耶和华委婉。第一个翻译是我们台语汉字版若毋是耶和华掌管帮助我们，但是其实它原文的精神比较是在讲，若毋是耶和华委婉，若毋是耶和华委婉，是这样的。伊这个委婉我感觉读起来很有图像感，非常有画面，是这2个字是真有开力的一个，是很有感受力的。想到我会安尼讲，伫咱人的一生中间，伫什么时阵，你会有迄款别人为了你，就是为你这款的感受，委婉，也若毋是耶和华委婉，这是咧讲一款的关系，所以我说它是一种很有感受力的一个力量。若毋是耶和华委婉，毋是因为以色列好甲歹，是因为咱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这款的关系，这款的感受力，对一般来讲，除非是讲亲人，还是讲爸母甲囝儿，这款的关系，还是讲或者是讲真好的朋友，无真正伫咱一般伫咧做人处事中间还很难有这个力道跟这个感受力很难有这个力道跟感受力。所以上帝伫诗人的表达内面，伊是足有热情的足迫切的去讲，上帝甲以色列是一款的我为着你，我愿意的关系，是很有那个想象，是很有那个感受力的。所以接下来伊就讲，中间就讲，上帝为着这款的关系，伊帮助以色列什么代志？第2节后壁面到第7节，我讲伊用图像式来表达这个
这个张力吼，伊咧描写讲这个对叠的图像吼，伊用4个画面吼，4个画面来讲这个对叠吼。第20后边讲，敌人起来攻击阮，伫因对阮发射去的时，就将阮娃娃吞落去吼。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伊咧描写讲，在对叠吼，亲像啥物？很像野兽啊，很像野兽吼，有将咱娃娃喏吞落去吼，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伫咱台湾，在台北市吼，咱生活吼，你要讲说类似洪水猛兽吼，我最常听到大概就是，我们在教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哇，你要注意安全啊，那个汽车哦，水龙啊，什么这样，很像洪水猛兽啊，不是咧讲汽车很像猛兽，伊是咧讲亲像猛兽。是安怎会安尼？咱会安尼甲小朋友来解说这个交通的状况，就是要甲伊讲安怎，就危险的，很危险呐，对不对？对啊，你也甲迄幼稚园小朋友，他还不认识那个，还不是很了解这种交通规则，特别台北市的交通规则又是特别中的特别。好，像我们住台南的，就来到台北才知道，哦，原来红灯不能右转这样。没有，我就开玩笑，因为这个是我小时候的经验啦。然后很多交通规则在台湾都是一国多制，有没有？然后各自诠释，所以诗人伫遮咧表达讲，这个对叠亲像野兽吼，娃娃刚吞落去吼，是这样的一个第一个图像。第4节甲第5节，伊安怎讲？伊讲迄时，这个水的确搬过阮，雨水的确淹没阮，香港的水的确淹没阮吼。伊咧描写啥？伊讲描写讲，这个对叠亲像啥？很像大洪水吼，就是表示讲。因对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因受到四周围的攻击，就亲像河水安怎要甲因吞压吼。我是讲，真正伫咱的生活经验，真正就恶地去感受，在那个亲临在你身边吼，这真的很难想象。我们最多大概就是透过 YouTube 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影片吼，来感受那个力道吼。今年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我有一点记忆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会记得网络上有咧流传一个影片吼，就是讲伫今年还是去年，咱的迄大水有无？就是突然间台湾在短时间内就下了很大量的那个下水量，有无？下雨量，叫搬过咱一般的界限吼，所以伫屏东有一个通往迄部落的桥有无？就迄个影片就是一直迄个水对山顶一直冲落来，一直冲落来，迄冲落来的力量大到安怎？把那一条唯一的连接道路，迄条桥吼，足快，毋是细条啊，足快。迄个大水的力量安怎？就安尼甲啪甲呛落吼，规个桥安怎？对中间断两半。所以，伫即个图像第2个图像内面吼。伊咧描写是讲，在对顶吼，亲像安怎，像大水啊！那个大水的力量是你所有的人吼，你都把自己手吼，通通都勾在一起吼，然后你都没有办法变成水坝的力量，你都不可能变成水坝去抵挡它吼。就说那个受到迄款欺负的力量吼，就亲像大水、河水泛滥那样，要盖过百姓吼。第3个图像吼。第3个图像伫第6节，讲还有我受恶恼，因为伊无将阮做食物，交互因捕食。伊这是咧描写讲，这对叠亲像啥？很像那个猎人有没有？捕食吼，就是无甲以色列百姓吼，像那个猎物般的吼，交在猎人的手中吼，随便他们。吞食吼，或者是猎物吼，把他们猎去，然后宰杀吼。第3个图像是咧表达讲，这对点吼就危险的，哈嘛是很猎人是怎么样？就战战兢兢的一副就是想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捕猎到我要的那个动物吼，我要的食物这样子吼。这是第3个图像。第4个图像吼，伫第7节伊安尼讲。
伊讲对着亲像啥，很像罗网吼，很像网罗吼。伊甲头前迄个在描述的图像很类似吼，都是以色列百姓拢亲像啥，都是被捕猎的。不过是一个头前迄个图像是猎人吼，要宰杀吼，非常精准，要甲你掠。啊，即马是一样，还是猎物，但是伊的迄个对叠的亲像那个网子吼，要给你捕猎起来。虽然甲头前那个猎人捕捉的方式无共款，不过拢是咧描写以色列百姓都是怎么样，等待什么被抓的吼。其实这四个图像拢是互人会当真惊吓的。我们只能用文字吼去感受那个一点点些微的那个力道，但是咱若是用讲的，其实这四个图像是互人足着惊，因为这款的描写是足接近，甚至是逼近死亡的图像，是逼近死亡的图像。这是咧表达讲，以色列因所受到的凌辱、侮辱、欺负、压迫，甚至是象征那种已经要被杀的那种角色，是那么接近死亡，甚至是死亡。在这款的过程中间，是互人足绝望的，你甚至是无法度有毋茫的。我头有讲，伫诗篇内面，咱咧读，拢爱甲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挂做伙、夹做伙来思考、来感受。伫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内面，国家甲国家的竞争，其实真无法度想象的恶当当。诗人这四幅图像吼，诗人用这四幅图像，根本就毋免用时间去想象啦。根本就连你要去想象的那个瞬间都没有，他就是你就会知影讲，伊安尼一讲出来，任何人、任何国家若拄着这款的情形，其实就等于什么灭亡诶。你若莫讲那个猎人，还是讲网络，你光是讲迄个洪水的那个图像，你就算讲你有走到那飞开来，你嘛走袂赢那个洪水来的瞬间跟力量，对吧？虽然我们也只能透过网络这样子去看网络新闻，这样去感受，去看到那个现场，但是你敢会当想象，你若是伫咧现场，你会当做啥物？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不是把我们逼进死亡的状态吗？其实就是诗人在讲，诗人伫遮咧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处境就是安尼。伫以色列这个国家，因大部分战争失败的代价，就是去互人受掠，成做别人的奴隶。上严重的是，几乎在人类历史上，这个名叫以色列国家的灭亡。我们几乎都会觉得说，快了，就好像不存在，经历了一次反犹太事件，或者是恨恶犹太人什么什么主义之类的，这个国家怎么还会再存在呢？伫一般的战争内面，赢的迄边，通常第一步拢会做啥？伊就得先消灭你的文化，消灭你的信仰，再想办法消灭你的人嘛。特别一定要消灭那个有领导力的人，会当引带百姓啦。这款的手段甲逻辑吼，伫即马现代社会内面，伫极权的政府内面，其实咱嘛也阁看会到。伫最近阿富汗政权因所表现出来，虽讲因在做一些媒体效果，毋过因嘛是拢甲因遐有影响力的人拢掠起来，甲因修理，还是讲跟他们做一些逼迫，还是讲咱的隔壁中国政权，因拢是去铲除那个大头的，有无？想哪因要安尼做？因为这样子做，就没有人会带领百姓继续反抗，继续抵抗，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伫古早的时代，你若是做俘虏，你若会使有一寡劳动力使用，迄人那个战胜国嘛就欢喜啊！我的百姓
层次就高一等。我有一些努力来做一些阮国家无想要做的代志。但是你若受了连基本劳动力都没有你的下场就是安怎？就让你死啊，就把你铲除掉啊，无你，互你留在底下吃了米对不对？在那个时代的那个状态，所以诗人伫遮咧讲，若毋是那4个图像，若没有其他任何的原因跟理由，若毋是。其实那4个图像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人身上，咱拢无有毋茫的空间那无有特别的原因，一般的国家伫经历这4个图像内面的表达的竞争内面，若是失败，通常就安怎就消失在历史里面啦。但是以色列人伫上帝的委婉，就我一开始讲，若毋是耶和华暂远，伫原文的精神是讲，若毋是耶和华委婉，即款的关系去得到大大的稳定，因的国家得到保守，百姓的性命得到保全，真正是无可能。所以诗人伫上落尾第8节，伊用俄乐欢喜来感谢上帝伊讲，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伊嘛是咧回应第1节甲第2节的宣告。若毋是耶和华暂远，这位耶和华上帝毋是一般人一般人咱若是看到朋友受艰苦伫咧困难的时阵，就算讲咱真有心想要去甲斗3工。我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境？你看到你朋友或者是你很在乎的人他落入在艰难当中你就想要帮助伊，莫互伊安尼继续艰苦伫这个苦难内面。你有拄过安尼的情形无？我进前伫开始出社会之后，就开始认捌佮看到侪即款的情形有一段家己的性命嘛经历着在这种低潮内面。迄当阵拢做想要有人来斗3工，但是当家己会当成做帮助者或陪伴者的时阵，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甲失落的心。定定我有心，但是我无有气力甲能力。咱有心想要共斗3工，但是问题是咱就无够的气力甲条件会当来共斗3工。所以以色列伫遮认捌的耶和华上帝，就亲像诗人所讲的，这位上帝对以色列帮助是一定够额的，因为因所得到的帮助是超越天甲地的。这款创造天地的气力是大到一个程度，是赢过拢总的对以色列的踢球、压迫甲伤害。诗人有这款的学路，真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对上帝的认捌，所以伊会当带领百姓做伙吟诗来坚固因的信心对创作诗歌的作者来讲，上帝是会为着信靠伊的人必办所需要的帮助。上帝会为信靠他的人预备所需要的帮助。对被掳归回以色列人来讲，这首诗歌是咧甲因提醒国家未来要阁复兴，恁就需要重新起做信仰的生活。重新起做，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重新起做需要有新的眼光，有新的做法，有新的款式，这真需要上帝的帮助。因为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若是有机会继续伫对敌的统治内面延续因民族这个国家的性命，也是讲因的信仰，真重要的。除了袂记咧上帝稳定应允到以外，因对内底到外口拢需要重新起造，都要重新建造。
重新建造是生命的工程，是外在的工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很重要的一个根基的工程。所以嘛，需要上帝对内底到外口的帮助。伫信仰顶面，因需要上帝来坚固、来引带、服侍上帝的祭司，遵照上帝的话来教示百姓，通互百姓专心倚靠上帝，过信心的生活。嘛，豆豆恢复伫上帝真做因的上帝即款的荣光的国家吼。兄弟姊妹，其实台湾伫伊的土地的历史内面，甲以色列有类似的命运。咱所徛起的即个土地，甲以色列同款。已经历侪摆的殖民，已经历侪无共款国家的统治。即款的情景虽然无拄可以一模一样的说，但是即个土地，伊甲以色列百姓同款，都有被掳的遭遇和历程。你无法度做你家己主人迄款的遭遇。台湾就亲像诗人伫遮所讲的。伊逐摆拄着无共款的政权的时阵，这个政权所表现出来对土地的糟蹋、不在乎对百姓的凊彩，再都快让这块土地要窒息，甚至灭亡。这款的窒息跟灭亡，对徛伫即马等于看头前历史的咱，检测那个感受力跟读以色列历史一样，或许感受力很遥远。但是我要讲，这款的窒息跟灭亡，其实都在影响到每一个住伫这个土地面顶的世代的人。总是，上帝对台湾这个土地的稳定，甲伊创造天地的名，互伊成做一个结连，所以伊的确要亲自来救赎伊的创造。也透过安尼要救赎住伫土地顶面的人，这是足互人感动的。检查是我感动啦，所以我要下面我要甲大家分享，啥人我有即款的感动甲看见吼。伫这几年以来，伫咱台湾因为我本身是学艺术的吼，我本身是学艺术的，所以我自己平常时的对一些艺术领域或者是一些影音相关的那个作品吼，我有当时的会去关心一下。虽然即马做无事吼，较无遮侪时间吼，像我大学一样，足侪时间会当安尼来关心吼，来欣赏遮个作品。毋过我真欢喜吼，伫这几档我看到侪人吼，伫社会顶面有侪人用因的才能，用因的专业咧关心即块土地的历史。咧关心这块土地，从包括导演吼，像魏德胜导演呐，还是因种拍电影吼，来甲这块土地故事写落来。也是讲最近吼，伫公司真有名吼，我毋知大家有看过无吼？拜六暗时吼已经结束吼，就是斯卡罗吼，就是傀儡花吼，他的原作就是傀儡花吼。曹瑞元导演吼，甲这个陈耀昌医生吼，因有这个看见，想要将因是台湾的剧作家吼加音乐创作吼，或者是服装设计吼、美术设计吼，因为这个看见，想要用因的专业，把这个土地故事写落来。而且我要讲一个虽然大家可能无看过这部电视剧吼，不过我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斯卡罗内面有一个角色吼，叫做蝶妹吼，伊是这部片伊的故事是咧写台湾150档以前的故事，伫南部吼，就是伫恒春迄带安尼吼。伫即个故事内面吼，有侪无共款的角色吼，像有客家人啊、河洛人啊，还有清朝政府啊，阁有南部台湾族啊，阁有美国人吼的参与吼。所以讲这部片吼拍出来了后，在台湾各个不同的领域跟专家吼，都有一些批判吼，
因为因批判的角度吼，都开始是讲你安尼，你用即款的角度吼来讲台湾历史的故事吼，无拄拄好是你的意思，无拄拄是安尼啦。因为大家拢会在自己的本位主义里面吼，甲想家己的脉络吼来血脉，这没有对错，重点是这就是一个真丰富的一个历史的发生发生伫台湾。希望咱150当以后的人要来回想这代志，无遮尔简单。但是伊嘛是显明，伫即个土地实际上发生过的代志。伫遮个角色内面吼，有一个角色就是我头拄仔讲迄个蝶面，伊是唯一一个被虚拟出来的角色。伊所要表达是，即个角色就亲像住伫台湾即个土地所有的人，所有的台湾人，不管你认同用啥物名来称呼你家己的身份，但是这个蝶妹的角色，伊伫即个影片内面要展现的是，我嘛毋是我嘛无属伫台湾，我嘛无属伫客家，我嘛无属伫河洛，我嘛无属伫啥物人。他是唯一在这个剧情里面迷失角色跟身份的人所以剧作家写剧本甲编剧的跟导演，因将这个角色要甲凸显出来，是讲这个角色伫伊的身份中迷失了，就亲像台湾，长久以来，伊毋是属伫家己的主人。他迷失在各个统治的政权下面，台湾这块土地是这样。但是感谢上帝的是，今仔日台湾的后一代有机会重新来认捌土地，来认捌历史，来认捌人。这个是我的观点，甲我的看见。因为我看见这的作品，甲这的声音，甲这的写故事的故事会当留落来。对我来讲，我会感觉是，这拢是出伫，若毋是上帝的作为，若毋是上帝的感动，互人有眼光去思考生命，就无有人真正会认真想要关心土地、关心历史、关心人，就无有想要珍惜土地顶面一切迄款的态度。就无有想要重新寻根，佮保存历史的溃烂，因为做遮的工课，做遮的考古，做遮的思考，做人的反省，做历史的整理，甲去要找出一条属伫即块土地人的出路的时阵，这是真开钱的代志，嘛是真了开来的代志。在我一个做艺术创作的人来看，若毋是上帝为着台湾，就无有遮的。这是我所感受到上帝对台湾这个土地的救赎，是上帝为台湾出伫，伊是创造天地的，也为着伊家己的名的缘故，因为伊疼惜土地，伊也疼惜住伫土地顶面的人，所以伫咱的即时。咱住伫台湾的即时的你甲我，咱透过上帝对土地历史的救赎，甲主上帝会当有结连。当咱甲上帝有结连的时阵，随后透过社会顶面侪无共款领域、无共款信仰的人，做伙来关心，做伙来完成这个代志。但是这是出伫上帝的作为，人看到安尼，人感受到感动安尼，就会反转来。继续关心土地历史，继续疼惜人。这首俄勒上帝颁奖的诗歌，不是以色列人回顾历史的专利，不是干有以色列百姓才会当回顾上帝救赎的恩典。其实上帝救赎伊的创造，甲救赎人的事工，一直在发生，就伫你甲我的四周围。就伫即嘛，若毋是耶和华以为咱帮咱咱，其实我们就会活得很像被掳的奴隶啦。咱的时间久了，咱得迷失自己的身份跟信仰，咱得
毋知影家己是虾米人。若拄着更较艰苦的代志，更较痛苦的遭遇，我们很快就想要放弃一切。但是上帝为着伊家己的名，伊要救赎土地，伊要拯救人，伊要帮助一切伊所创造的。你甲我，也是伊所要帮助的迄位。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你的心意，你愿意为着阮出手来帮助，出手来引带，出手来教示。这是阮性命的稳定。求你也顾念伫台湾这个土地，阮的环境，你所赏赐阮四周围的兄弟姊妹，甲阮的百姓，互阮用上帝你创造的眼光来接纳、来认同你放伫阮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事物。阮也愿意谦卑来学习，来找求你的旨意。也愿你将教会放伫台湾，会当照着教会所活出的性命，所讲出的话，成做台湾的祝福。我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柯牧师的正道，请咱用圣诗来回应。圣诗273首，恁以色列族就照圣诗讲，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恁以色列族就照圣诗讲，若毋是上帝春秋照顾阮，若毋是上帝本心保护阮，当对敌起来包围攻击阮，我大手起阮就互因吞去。伊是有艰难，领到阮辛苦，那大罪勇敢，因阮到要死。感谢主上帝，拯救阮大力，对敌要救阮，那向恶野兽。感谢上帝顺就宽灵的手，阮亲像鸟只对敌说落网，阮嘛受了去，死命茫茫，落网打破你，灵魂的逃亡，救赎主上帝，创造大自在，阮个伊命永远免受陷害。请坐，我的志愿献予你，用出拢趁你旨意。我的财政你赏赐，甘愿行你做器具。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我们大大感谢你，为着阮每一人的性命，找起耶稣来为阮死，为阮国活。我嘛要感谢你，伫即马疫情的时，保护台湾，互台湾即马还阁会当正常的生活。你是伟大的创造者，将阮的性命搁一摆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能谦卑伫你的面前。阮担要用奉献来回应你，恳求你保守，恳求你大大的恩典伫阮的中间。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来报告第一项，咱高等教会尊重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二级的警戒规定。咱教会对9月12开始开放伫70人以下的实体主日礼拜。因为有人数的限制，所以咱第5个礼拜分2场，第一场是9点到10点半，第二场是11点到12点半。华语礼拜维持是下晡1点半到3点一场。咱即摆主日礼拜这3场拢爱采报名制，请大家会友会当用电话，也是用迄个社群媒体，那奈也是 FB 拢会使来报名。你想要参加的多一场，看是第一场、第二场、第3场拢会使。这个报名额满为止咱教会有两支电话，23637040，到77112371，两支电话拢会使利用。牧师、干事拢会当因报名。你若伫社群媒体报名的人有看到的，伊会甲即个名登记伫一个平台内面。咱教会平常时周间开放70人以下的实体的聚会，无论是团契、查经班、祈祷会、商台拢会使。即个聚会会采实名制所以咱入来爱扫迄个 QR code， 爱量体温，有酒精来消毒咱的手，咱教会禁止啉食，即个全程拢爱挂喙罨，请大家也要保持1.5公尺的这个社交距离。因为咱即摆教会空间还袂歹，原则上咱若来礼拜的时阵，一条椅咱坐一个人就好。若共家族的人会当做，会来坐做伙无要紧。即摆直播的兄弟，伫直播线上的兄弟姊妹，恁会当放心，因为咱遮一场礼拜拢差不多有30-40人左右，所以教会的空间以及咱的动线，咱拢有经过设计。所以，请大家放心，应该是无啥物会当有疫情上的考虑所以大家会当放心来参加实体的礼拜。第4点，毋是咱教会的组织的聚会、合唱练习、讲学团，咱拢暂停咱教会的小会因为疫情的缘故，咱会采滚动式的检讨咱的教会的开放也是各项的规定，请大家随时都爱看咱的小会所发出的广告，无论伫个社群媒体，还是伫个周报大家爱注意。咱会根据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有新的做法，咱就会做新因应的来做改变。咱请咱所有的会友，若有资格要拍疫苗的人，紧去拍为着咱的国家社会阮教会的防疫来做一个心力愿望上帝保守咱所有的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有注射的无注射的拢求主保守。资讯第2点，资讯做报告，若要看教会的直播礼拜，请大家会当利用几个途径，第一就是咱家己下载YouTube 的 APP， 订阅固定基督长老教会这个频道。安尼就会使，逐礼拜会当看咱的直播。伫这个频道内面，你也来看过去咱教会所有上传伫 YouTube 咱的影片，会当看。详细咱嘛会使用咱教会官网3wktchurch.org.tw 这个官网顶头嘛会当看，阁有所有咱教会的周报，甲一寡消息咧，伫咱的官网内面来有这个连结。因为咱9月12开始恢复实体礼拜，
配合即个人数的限制，所以咱直播的部分早起时的逐个礼拜，咱是10点即场才有直播，下晡就是华语礼拜嘛有直播。若要参加线上礼拜，就是讲咱若转去若就转去拜日无法度来教会参加礼拜的时阵，恁就会当利用10点甲下晡1点半的时间，咱拢有直播的即个服务。第三，咱教会影音同工邀请咱大家兄弟姊妹来录一个10秒钟左右的即个影像，是为着咱那个固定教会一寡即个短影片吼，咱想要来拍一个 MV 啦。愿望咱的固定教会侪会友会当提供你家己的影片，个人、家庭也是和朋友做伙拢无要紧，差不多10秒钟吼。愿望大家踊跃来参加。第4项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咱今年的父亲节礼物就是延迟，甲9月12咱开始实体礼拜的时阵再来赠送。未领到礼物的爸爸吼，你若有时间，你就来去咱的干事的办公室来甲摕即个礼物。今年的礼物就是口罩1盒，有2个颜色，一个颜色是全黑的。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我即摆挂这个丹宁布的即个颜色吼，我看有几啊十盒吼，若无未摕到的爸爸毋通客气，爱记得摕。以上下面公道时间咱交科牧师。好，我有2点补充报告吼，就是后礼拜下晡吼，咱要召开中职会，请咱中职爱李万新来参加。若是有要请假，且来中职会的书记来请假安尼。第2点的补充报告是伫明下晡9月27号吼拜1吼下晡有咱长老教会总会干事团的就任的礼拜吼。过去伫咱中间也有一真水阁好服侍的迄启明牧师吼，伊伫8月份吼已经封牧吼。伊伫明仔载嘛要甲所有的干事团吼，总干事甲干事团队吼，伫济南教会来举行就任的感恩礼拜。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我有查因。明仔下晡会大家会当上网找那个直播连结，因已经甲连结藏起哩吼。你着打那个长老教会干事团就任礼拜吼，就会当看到连结。若邀请咱时间永稳的兄弟姊妹，咱会当用祈祷甲祝福的心来祝福长老教会的团队吼，新任的团队吼，甲因的服侍。甲会小新朋友，今日敢有新的朋友来到伫咱中间？是吗？拍谁？因为我看到前面2位，应该是不是吼？好抱歉，因为大家戴着口罩，我有一点认不出来，拍谁？吼，好这时咱要做伙来公道。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若毋是出自你的意思，若毋是出自你为着你的创造，若毋是出着你疼惜生命，阮真正的确无法度赢过伫即个世间上生命的光位，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也是伫阮日常生活中的痛苦。主若毋是出自你，阮真正无法度。阮感谢你，阮也要用祈祷来到伫你的面前，为着即个世界，侪侪还阁咧受苦的人，仰慕你的怜悯。虽然阮的气力无够野，但是阮要倚靠你的话，因为你的确要拯救你的创造，你的确要救赎每一个天地人甲万物。阮感谢你。阮也要为着台湾的政府以及阮所拄着即个国家所拄着一切，阮仰望主你的保守甲你的同在。阮感谢你为阮陪伴，照顾阮的政府。虽然伊也有侪需要改进甲改善的调整的所在，
但是阮犹原要学习，伫好的旨意，伫好的价值，我们做伙来努力，做伙来固守你所赏赐阮的国家、人民、甲土地。我也求你保守你的教会，徛起伫社区内面，阮的所行所做，会当将主你的疼、你的恩典真实分享，互阮四周围的人。我们不是好大喜功，但我们愿意谦卑与你同行。我们也要为着伫教会内面有侪身躯心心灵无属实的兄弟甲因的家庭，恳求主你的保守，恳求主你赏赐的开来帮助因，也互阮伫面对人生的各种状况，阮感谢你，你赏赐阮日子，但是日子也提醒阮，我们会衰老，我们会年老。伫这个提醒内面，阮要用祈祷、用听，互相扶持。求你也真正安尼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愿咱的同心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做伙来唱落尾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请咱起立。恳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去保护，假使我仍然欠你是正，赞我的日子是你改变，互我的勇定最坚定，对吹因带是白浪，这是我人生别千望。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伫即个世界，伫你日常的生活中，虽然有侪艰难，有侪挑战，要隐瞒你，但是主出伫伊对你的疼甲应允内面，伊无要放你一个人，伊是一个愿意为着你出手斗相共的上帝，着放心，着勇敢，着平安，甲上帝相搭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甲伫地，要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袂倒，请咱听候音乐结束，才起身离开。咱的礼拜到这结束，嘛请咱对中央这个门来线四线来离开。上帝祝福咱大家。